你是要等我走了以后，才肯。 生病了，坏了。来来，吃饭了，吃饭了啊！微微啊，快坐。微微啊，为什么万家好端端的去他妈妈那儿住了？哎呦，人家生病挂念妈妈，想回家撒个娇都不可以啊。还有啊，如果英东真的在意的话，那他就应该去万家妈妈那儿当面的三跪九叩。反正我也不在那儿，他可以尽情的不要脸的可能。 怎么了？怎么咸呢？行吗？不行啊。我做坏了吧？好像是有一点啊。对不起啊，我刚才做菜走神了。没事，挺好吃的。分手了？哇，这么大新闻啊！那我一会儿上网传一下。做狗仔都做到家里来了。妈呀，这分手呢又不一定是件坏事，
你不分开怎么知道不会挂念呢？又来。心情好些了吗？还在想你哥跟 Amber 的事啊？没事儿，我就是觉得有点可惜了。别想那么多了，我陪你去散散心吧。我买了2张游乐园的票，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去？好啊，我当然愿意了。美女，看到安贝尔的妈妈要和富豪结婚了，羡慕啊！我要是想嫁富豪，还用等到今天？你爸就是个富豪，啊，一定不要跟我开这种玩笑啊！如果我爸是富豪的话，你不让我认他，那你岂不是十恶不赦了吗？你就是这个命，一个穷妈妈，一个富爸爸。哎，穷妈妈跟富爸爸，你选择谁呀？按正常逻辑来说呢，我肯定是要富爸爸，不要穷妈妈。我就知道你贪慕虚荣，谁让我长了一张贪慕虚荣的脸呢？我怎么生出来的你啊？妈，看你情绪，我最近不大对呀，怎么了？没约会了？没有，你妈有你，有你哥就行了。还有你妈年纪大了，不想谈恋爱。谁说你年纪大了呀？我跟你说啊，如果我早生20年，如果你不是我妈，咱们俩肯定会有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。你说什么呢？你胡说八道！好了好了，别不开心了啊！这样吧，明天没事的话，你最帅的儿子带你去约会好不好？嗯，这个主意不错。梦姐，佑熙，哎，要不是我们来这里，怎么会发现你们啊？妈，有希，你们怎么在这儿啊？我们怎么会在这儿？啊，又是你的馊主意吧，华有希？说什么呢，康同学？这么好的天儿啊，兴你们出来约会，不兴我们出来约会啊？行了，我也是为了你和我哥好。这样好了，你们俩可以名正言顺、光明正大谈恋爱了。地下情很痛苦的啊！哎，定义啊，你瞒的妈好苦啊！既然咱们4个人已经遇上了，你们不会嫌我们俩做电灯泡吧？当然不会了。那我们就一起约会吧。走。
伯母，别叫我伯母。以前让你这样叫，是给我女儿面子。我跟你不熟。伯母，哦不，高总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这次过来，是以一个母亲的身份，把我女儿的东西拿走。徐慧，杯子、相架、手袋，到处再看一看，凡是女生的东西，全部给我带走。好的。是 Amber 让你来的？是啊，她打电话给我，说已经跟你分手了，以后都不想再见到你。他没有必要这样躲着我。这个家本来就是他的，我可以搬走。既然你这样说，为什么你还没搬走呢？难道你以为我女儿还会回来吗？我没这么想，我只是想能再多感受一下她的气息而已。感受一下她的气息，好一个自编自导自演、自以为是的男主角呀！可惜啊，你跟我女儿的故事，注定是没有结果的。高总，东西都已经收拾好了。好，我们走吧。我一刻都不想待在这里了。小伙子，能跟我女儿谈恋爱，是你一生的一大幸事。可是对我女儿来说，却是人生的一大污点。这个污点，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才可以洗掉的。我现在正式的警告你，从今以后，别再进入我女儿的世界。她的世界本来可以很干净的，记住了啊。你怎么来了？我听 Amber 说，他让你来拿东西，我不相信，没想到你真的来了。上车等我吧。好。有话要跟我说吗？你不会是单单为了看我在不在而来吧？我还有账要跟你结呢。谢谢你那天在 Amber 面前把那张假支票给撕了。这是我答应的。不用了，这场戏我送给你吧。我也希望留个好。
应先生您来了，我来取戒指。里边请。请坐。哎，英东，我来取戒指了。你要买东西吗？我来取我妈留下来的戒指。哦，是吗？你真的打算把那个戒指送给万佳啊？这不关你的事。你还是那么不听你爸爸的话，父子俩有必要搞得那么僵吗？说不定有一天他还需要你的照顾呢。我和我爸的关系闹成这样，是因为谁？看来你还是很排斥我。你真的那么想我离开你爸爸吗？以前是，但是现在我没有那么天真了。你手上戴着我爸送你600万的戒指，你会舍得离开这棵摇钱树吗？我还以为你把我给看透了，原来是我误会了。你以为我是你那个女朋友，可以用一个戒指就套住的女人吗？我是不会参加你们婚礼的。我知道，你爸都不介意，我怎么会介意呢？反正我想要的东西，我全部拿走了。你干嘛偷拍我啊？我通常看到好看的，我都会拍一下。你知不知道这样很没有道德啊？是吗？我不知道哎。你先立马把手机里我的照片删掉，不然的话把你手机一起砸烂。呀，干嘛那么凶啊？好，还你个公道。行了吧，公平了。下次见。神经病啊！佘姐，有您的一份包裹。包裹？谁寄的？不知道，没署名，给你吧。女儿，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，我已经在飞机上了。很抱歉，我食言了，没有带你走，也不能陪着你。但请你记住，无论我在哪个国家，我的心里都会牵挂着你。对不起，我是个不称职的母亲。我把你带到了这个世界上，却没有时间看着你长大，也不能看着你嫁人。这枚戒指是我送给你的嫁妆，祝你幸福。爱你的妈妈，高琪。
你们怎么现在才发现高奇的项目有问题呢？殷董开会时有很多文件都不经我们，因为高桥。 听说他还没醒过来，但是一半身体已经瘫痪了。大家要不要去医院看看他？如今去啊，年又有思想总赔，他会向你借钱。殷有金为高奇担保的那理财产品，惹了大祸了。我劝你还是不要去凑这个热闹。高奇是你前妻，以殷有金现在这情绪，一定会说很多不好听的话。 就是他昏迷了不骂你，大家都应该避避他。银行不肯借他吗？殷有金为高奇担保的那理财产品，简直是灭顶之灾呀！哪个银行敢救这个烂摊子？来，喝杯酒庆祝一下。这样下去，大家一起把殷氏拖入穷巷。应东还小，压不住这局面。 到时大家就把应氏来个趁机吸纳。你说的好像趁火打劫啊！来，喂，明辉，我爸情况怎么样了？医生怎么说？医生说董事长可能是因为压力过大，导致脑血管肿胀，再加上他一动气血压就升高。虽然暂时没有生命危险，但是还是需要留院观察。好。今天公司怎么样？刚刚银行那边来电话了，说吴总帮董事长偿还了一部分资金，所以银行方面决定再宽限我们公司1个月的还款时间。吴总？哪个吴总？
氏集团的老板吴玉婷。怎么会是他？我也觉得纳闷儿。殷总，有句话我不知道该说不该说。你有什么就说。我听林总的助理说，前天林总在一家饭店看到高琪和吴雨婷在一起用餐，可是第二天高琪就不见了。我觉得这里边会不会有什么猫腻？好，我知道了。这件事情你不要让我爸听到了。他身体不好，我不想影响到他。好的，明白。安娜，怎么是你？我还以为是万佳。正好，我有事情要问你。给你。我都听维特说了，你家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，有件事我必须要跟你讲清楚。我真的不知道高琪骗你爹地的钱，我要是知道的话，我绝对会告诉你的。虽然这个骗你爹地钱的坏女人是我妈，但英东，你应该了解我的，我吴安珀绝对不是那么不仗义的人。这个戒指你还是拿回去吧，毕竟是你妈送给你结婚用的。我爸既然已经送给她了，他就有权决定送给谁。这么肮脏的礼物，我才不要呢。再说，你家现在有困难，你先收着吧，说不定多少会帮上点忙。这个戒指根本就帮不上忙。我需要的是20亿。20亿，这么多啊！高琪可真够狠的，短短几个月就卷走了我们20亿。说实话，我挺佩服他。对不起啊，我也没有想到他是这样的人。今天你爸替英氏给银行还了一部分钱，你知道吗？我爹地给你爸还钱了？这事他没有跟我说过啊。好，那我问你，高琪逃走的前一天，是不是和你爸单独见过一次面？前一天，哦对，他们两个一起到康泽瑞的家里帮我拿回我的东西。你该不会怀疑我爹地跟高琪串通起来骗你爹地钱吧？我爹地绝对不是那种人，请你一定要相信我。你告诉我，我现在还能相信谁？我真后悔当时为什么不理我爸，赌气不回公司。是我亲手毁了我爸一生的记忆。如果我当时坚持阻止他，英氏就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都是我的错。印东，你不要这样啊！谁都不想让这种事情发生的。要不这样吧，我去把万佳找过来，他一定特别担心你。不用了。以他的出身是帮不到我的。现在没有任何人能帮我。印东，你能不能不要这么悲观啊？生活本身就不是完美的，坚强的人不是没有痛苦，而是不会被痛苦所左右。我希望你能够坚强起来。从小到大，我一直都特别崇拜你，因为你是不会被任何事情打倒的。在我心里，你永远都是高大的、坚强的。放心吧，这些事情你都会扛过去的。你会陪我一起扛过去吗？会啊，我会的。原来我曾经忽略过的人，是这么的了解我、懂我。看来我是真的错了。
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一直以为我找到了这个戒指真正的主人，但是没想到它的主人就在我身边。我要你陪我一起去面对。嗯。薇薇，别忙。今天下雨，咱们早上那么早，我们去看电影吧。听说周星驰的《西游》特别好看。西游啊，好像不行，因为我之前带你和佳佳一起去看了。那这样吧，改天咱们3个去。可以是可以，但是我怕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会露馅儿。露什么馅儿啊？就是我们俩谈恋爱的时候。哎呦，你打算瞒别人多久啊？你真的不怕佳佳知道？我为什么怕他知道呀？怎么，你跟我在一起很见不得人是吗？也许范家会祝福我们的。笑什么？没有啊，就是突然觉得特别开心。嗯。我喜欢你的傻。回家洗个澡，好好冷静一下。刚才的事情就当没有发生过，连回忆都不要聊。我要的不是回忆，是将来。我们在一起吧。我有权利拒绝你。是因为康德瑞吗？
不是，我已经跟他分手了。我是怕会伤害到万家。我跟万家已经分手了。我和他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，注定走不到一起。就像你跟康子睿一样。或许谁都不属于谁吧。但我们的世界相同，你该考虑我的。你不是曾经说，你的梦想就是嫁给我吗？我忘记了。你是用康子睿来忘记我吗？你可以吗？到头来你快乐吗？是你先拒绝了我的梦想。从我对爱情有憧憬以来，我曾经盼望来爱我的人是你。可是我从来都不是你的梦想，你爱的是洛伊，第二次选择的也不是我，是万家。